大家好，我係參加 STEM LTV 獎勵計劃嘅陳天鳳同學。今日要完成銀章語報告稿。今日我介紹嘅書係《天才達文西的科學教室》。咁呢本書咧分為好多個 chapter， 例如展翅高飛、石球與星球、寫信給達文西。咁咧，我最中意嘅就係展翅高飛裏面嘅我們都泡在分子濃湯裏。我一睇到呢個題目，我覺得好有趣啊！點解我嘅菊泡咗喺分子濃湯裏呢？後來我讀完之後，先發現原來分子係空氣，空氣係一種物質，由氧、氮同埋其他少量氣體而成。空氣無色無味，佔空間同埋有重量。我哋喺水度都會接觸到空氣㗎，喺越高嘅地方，空氣就越單薄。喺1905年，愛因斯坦嘅實驗證明到，空氣入邊有好多分子，所以呢個題目先叫我們都泡在分子濃湯裏。我嘅閱讀報告就到呢度啦，拜拜。